你的設備需要維修嗎？我們提供免費診斷。我們上門取件和送件，無需致電或出行。維修前先發送報價，你確認後才繼續。簡單、透明、專業。連結在簡介裏。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會示範點樣更換 Thermomix TM31嘅面板。首先，你需要準備一個合適嘅替換面板，確保你買嘅面板係原裝正貨。第一步，關掉機器電源，以免誤觸。接住，使用螺絲起子，輕輕拆下面板四邊嘅螺絲，注意唔好損壞到螺絲或機身。當你拆完後，可以小心翼翼咁取出舊面板。你的設備需要維修嗎？我們提供免費診斷。我們上門取件和送件，無需致電或出行。維修前先發送報價，你確認後才繼續。簡單、透明、專業。連結在簡介裏。